对19号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全国进入3级警戒以后，市中每天就宣布台南将实施全市大消毒等3大作为，一直到24号，台南东园37区公所加环保职工，除了交通人潮的热区、客运、火车站周边以及公有市场、学校，特别是58处较真正的卡车，拢做过消毒。环保局长强调，全市伫5天内已经完成全市的大消毒，请民众放心。我们全市大清消自从上个礼拜宣布以后，一直都在进行。那在台南市不仅是动员我们环保局的同仁，而且还动员公所，还有这个环保志工一起来协助，这样子的话才可能做到比较周延。因为你光是让我们清洁队员平常在收集垃圾，做一些该做的定点清消，还有包括疫情清消的部分，已经工作非常繁重了。再做一个所谓全市大清消这种普消这个部分，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志工朋友来帮忙。那跟各位报告，我们清消所用的那个杯桶跟喷雾剂那个不需要执照，做登革热的喷洒、药剂的喷洒才需要执照那个清消次氯酸水或者消毒水不需要执照，所以说我们可以做这个动作的人相对的还 OK。昨天晚上全市呢主要的祭点都消毒一遍，包括呢交通场站，包括人潮聚集的地方，包括公家机关跟学校，然后还有大型的公园。另外呢市场处的162个市场的内部呢也做了消毒。然后民政局这边也协助邻里公园跟活动中心跟庙宇的部分也都消毒，也就是说在5天不到的时间呢，我们把全市的这个消毒工作呢都一次完成。那当然针对确诊者足迹的部分呢，我们有58个场次，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也都是戒慎恐惧，那同仁呢也尽心尽力把这个部分把它做好。另外，会长卫生局表示，因为疫情紧张，筛检的需求对咧增加，所以组织基金会答应捐赠台南市政府2组的综合式筛检站，除了增加台南市筛检率，也因为内部配备冷气，大减少执行筛检的医术人员穿防护衫所产生的无爽快。根据了解，到24号为止，大台南将16位筛检站的设立。台南新闻军及张硕维采访报道。